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影片。你哋有冇試過，明明喺出面好精神、好開心，但一返到屋企就覺得個人好攰、好難，甚至成日瞓唔好、瞓噩夢，又或者屋企某個角落特別陰凍，就算開咗燈都覺得唔舒服。如果你有呢啲情況，可能你屋企入面儲存咗一啲肉眼睇唔到嘅負能量。在風水來說，負能量屬於煞氣。我哋住喺一個地方耐咗，每日嘅情緒、爭執、壓力、病氣，甚至外來嘅雜氣，都會慢慢積聚喺空間入面，就好似間房唔打掃會堆塵一樣，氣場耐唔耐都要清一清。今日我會同你分享3個簡單又有效嘅方法，等你喺屋企都可以自己動手，淨化房屋負能量，令成間屋變得光猛舒服，運氣自然好返。第一步，陽光最平最強嘅風水。好多人都唔知，其實陽光係最好嘅天然淨化器。負能量中意陰暗、潮濕、唔通風嘅地方，所以你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打開全屋所有窗簾，甚至打開窗，俾新鮮空氣流入嚟。特別要留意西南位同東北位呢2個方位喺風水上同地氣同靈氣有關。陽光曬到嘅話，成間屋嘅能量流動會順好多。如果屋企有長期冇陽光嘅房間，可以用全光譜燈泡或者長明燈喺日間長期開住，模仿陽光嘅能量。記住，光到之處，負能量自然散。第二步，鹽粒與長明燈，低成本高效益。第2個方法就係喺屋企最陰暗、最少人去嘅角落擺放2樣嘢：一碗開光鹽粒或者天然粗鹽。鹽喺好多文化入面都代表淨化同保護。佢能夠吸收空間入面嘅沉悶氣場、殘留情緒同埋負能量。開光忌鹽粒，充滿更多忌正能量，去清淨負能量。建議每個月換一次鹽，舊嘅鹽直接沖入廁所或者倒喺戶外泥土度。一盞長明燈，可以係小夜燈、鹽燈或者任何穩定長亮嘅燈。光嘅作用唔係為咗照明，而係持續發出正能量，等嗰個角落唔會再積聚陰氣。2樣嘢加埋，光能驅陰，鹽能吸胃，係一個好穩陣嘅組合。第3步，煙燻正屋鼠尾草、艾草。第3個方法係好多文化都有用嘅傳統智慧煙燻，你可以用白鼠尾草或者艾草。呢2種草燃燒之後嘅煙，能夠中和空間入面嘅負能量。做法好簡單，打開窗或門，等雜氣有出路，點燃草束，然後吹熄明火，等佢出煙。由屋企最入面嘅房間開始，一路慢慢行到出大門口，特別喺角落、門後、衣櫃邊、鏡前面停留多幾秒，最後將草喺大門口外熄滅。做完之後，你會覺得成間屋明顯輕咗、光猛咗，個人仲會平靜好多。加強效果，擺放開光麒麟。如果你做完以上3步，仲想進一步穩定間屋嘅氣場，同時催財，可以考慮喺廳嘅財位或者大門對角擺放一隻開光嘅麒麟。麒麟係一種好祥和但又有力量嘅瑞獸，佢唔會好似獅子咁好衝，而係溫和咁鎮住間屋，同時吸引貴人同財運。記住，任何風水物品開光同潔淨之後先用，效果會明顯好多。總結，唔好等到間屋好唔舒服先嚟處理，建議你每3個月做一次煙燻，每星期打開窗同窗簾透光。至於鹽粒就每個月換一次。屋企係我哋最常停留嘅地方，佢嘅能量直接影響你嘅情緒、睡眠、運氣。只要你肯花少少時間將負能量清走，你會好快發現瞓得好咗，個人開心咗，甚至連運氣都好過以前。如果你試完覺得有用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仲可以順便分享俾身邊成日覺得屋企唔舒服嘅朋友。多謝你收睇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